信心即马就甲咱同在，有信心即马甲咱同在。我们邀请兄弟姊妹将你的手机甲关起来，还是甲伊关做静音，无互伊搅了咱聚会的定数，甲聚会的心，咱做伙来邀请信心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主啊，信心啊，求你即马甲阮同在。哈利路亚。信心加你来，充满我的心，万万来亲近你，更加你爱你，信心加。头前道路所面对的挑战，咱献上咱的祈祷，咱开声做伙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来你，因为是你看的道路的主，主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这时跟我同在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多谢你，因为你做阮随时帮助甲漂亮所。投靠你的人拢是有福的，我袂尊重你圣灵教育我，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为着咱过去这礼拜所犯的罪过，咱来献上我的祈祷，求主赦免，阮时时来得罪你，不管是有显现的，还是无显现的，主啊，阮一心拢献上阮的认罪，求你。求你来洗清我的罪过，咱做伙开声来认罪悔改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主，你是你是是看顾咱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
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甘心降服伫你的脚前，因为你的爱起源归于你。啊，毋过阮常常得罪你，伫个无知当中来得罪你，求主你除去阮肉体的软弱，帮助阮脱离逼真的代志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赏赐救主耶稣正做阮万福的源头，求你用宝血来洗净阮的罪过，求信心会当见证阮，恢复阮甲你中间破碎的关系。阮安尼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们为着富强教会来祈祷，求主来兴旺富强教会。富强教会是一间传福音、学习主样式，兄弟姊妹当和睦相处，彼此接纳，互富强教会成做平安教会，成做社区的亮光，祝福的管道。哈利路亚！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那么为着牧者中一同工，每一位会友来祈祷。大家拢有资料，谦卑的心，顺服的灵，用心灵甲心血来敬拜阮的主，领受主的恩典。嘛为着富强教会各个家庭，甲病痛中的肢体，咱献上咱的祈祷。咱嘛为着今日是母亲节，咱为着咱所有的母亲、所有的妈妈，咱献上咱的祈祷，互因每一天拢是快乐的，互因每一天拢是喜乐的。互因每一天拢是平安欢喜，咱做伙开声，为着这几项的代志，咱来献上咱的祈祷，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。富强教会是你所祝福的教会，是一间传福音的教会。主啊，求你时时互阮来发现有你的名，用性命来更新。用生命来帮助所有的人，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主，你祝福阮富强教会会当成做社区的亮光，祝福的管道。主，感谢你，阮为着阮的牧者团队每一位会友，咱来献上阮的祈祷。主啊，求你互每一位兄弟姊妹有一粒谦卑的心。顺服的灵，来时时来敬拜你，领受你的满满祝福嘅恩典。主啊，我嘛为着有富强教会所有的病痛中的肢体，我献上我的祈祷，求你来帮助因、医治因心灵软弱的主啊，求你来供奉阮的心情。病痛的，求你来医治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感谢你，我咱的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！谢谢你，求你一世路高，三卡地。星星请你充满我的心，光芒来浸润你，更加的把你，星星请你来改变我。为着
湾正教会会当真做传扬平安福音、救赎稳定的教会来祈祷。嘛为着台湾的平安、经济、社会和谐，即种者甲两岸和平的相处，咱献上咱的祈祷。那么为着咱家己愿意回应，神主呼召咱真做伊当用的器皿，真做伊会当使用的器皿，咱献上咱的祈祷。嘛求主复兴台湾正教会，真做台湾百姓祝福。嘛为着牧师两堂讲道的信息，甲所有好师同工，咱开声做伙来祈祷，咱同心学路来祈祷。这个土地，完全献上阮的感谢，求你来保守看顾台湾这个土地，将台湾这个土地会当成做一个传福音的土地，会当救赎阮所有的人。阮知影台湾济的百姓公愿你，主啊，求你来福音来临你，来跟着你，主感谢你。为着牧师真两堂的讲道的信息，阮献上阮的祈祷，求主来保守牧师今日所讲道的信息，会当感动阮所回应的心，互阮会当接着这济理念，互阮各一届更新阮家己，互阮有用中家己，不管是身体、咱的心智，主啊，感谢我哋的，感谢你。只是邀请会众，阮做伙起立，咱来敬拜咱的上帝，求主，咱只是嘛甲咱同在，星星请你来，将我的心。万望来亲近你，敬甲你巴黎，深深请你来，改变我的心，互我看你，互我听。哈利路亚！咱做伙来欢喜学罗咱的主，欢喜咱今日主这伫宝座前，咱来敬拜咱的主，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主。
信息308首。